如果冇廣東人就冇泰國今日嘅繁榮。我而家喺泰國曼谷嘅鄭王廟嗱，話說290年前喺廣東潮州府澄海縣有一個商人叫鄭融啊，佢話搭船不遠萬里嚟到泰國呢度做生意，嗰陣泰國叫做暹羅嗱，佢娶咗一名暹羅當地女子結婚，生咗個仔叫鄭信。鄭信自幼就精通文韜武略，大個之後做咗大官。點知一年呢，緬甸軍隊入侵泰國啊，泰國王朝就嚟要覆滅啦。喺呢個時候，鄭信憑住潮州人愛拼才會贏嘅膽識，同埋廣東人敢為天下先嘅精神啊，高舉義旗，帶領人民軍隊擊退咗緬甸，並且建立咗吞武里王朝。佢被奉為民族英雄，就建咗呢座塔嚟紀念佢。鄭信做咗暹羅皇帝嘅消息傳翻去潮汕啊，咁啊好多鄉親父老搭船過嚟泰國呢度祝賀佢啦。飲飽食醉之後呢，鄭信就送咗鄉親18缸禮物，嗌佢哋搭船帶翻去潮汕啊。上船之後，啲老鄉打開啲缸一睇，全部都係鹹菜嚟㗎，好嬲啊！就將17缸鹹菜咧抌晒落大海，淨係帶咗1缸翻去啫。點解翻到潮汕，再將啲鹹菜撈出嚟，見到下邊全部都係金銀珠寶嚟㗎。原來鄭信驚佢哋遇到海盜啊，於是就用禾稈冚珍珠嘅方法掩藏住啲珠寶。嗱，而家唯一嘅嗰隻大缸仲喺潮汕鄭家後人嘅屋企，奉為傳家之寶。你有冇聽過鄭信嘅故事呢？